如果我同你講有一批不明飛行物連續17晚飛過一個美軍空軍基地，你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咪 UFO， 係咪外星人，係咪又有一啲官方唔肯公開講嘅嘢？但今日我想反過來講，呢單事真正可怕嘅地方，可能剛好唔係外星人，真正可怕嘅版本係，如果佢哋只係無人機呢？如果佢哋唔係嚟自太空，唔係跨越光年，唔係高等文明派嚟觀察人類，而只係一批人類自己已經做得出、買得到、改得到、放得出去嘅機器，咁件事就突然唔再遙遠，唔再係天文學，唔再係宇宙，而係貼住我哋自己嘅世界。如果連一個現代軍事基地面對自己頭頂連續出現嘅未知飛行機器，都要陷入一種知道有嘢喺度，但一時未必可以清楚處理嘅狀態，咁我哋平時相信嘅安全感，到底係現實定只係習慣？折返到2023年12月，地點係美國維珍尼亞州嘅 Langley Air Force Base， 呢個唔係普通機場。Langley 係美國空軍一個非常敏感嘅基地，同空中作戰、防空系統、先進戰機都有關。公開報導亦提到，呢度駐紮過 F-22呢類高度先進嘅戰機。朱列希克，如果世界上有啲地方最唔應該俾不明飛行物隨便喺頭頂出入，美軍基地應該排得好前。但公開報導話，2023年12月開始，Langley 附近連續多晚出現不明無人機活動，唔係一晚，唔係一個人睇錯，而係重複出現，一晚又一晚，再一晚。報導形容呢啲無人機有大有細，有啲唔細，甚至被描述為可達約20磅矮，速度亦唔慢。部分報導提到大約每小時100英里。有人形容聲音似剪草機嗡嗡聲。你可以想像個畫面：天開始黑，基地入面啲人抬頭望，一粒燈、兩粒燈、幾粒燈，甚至一群燈喺唔應該出現嘅天空移動。最孤異嘅地方唔係佢哋做咗乜嘢反物理嘅動作，相反，最怪異嘅係佢哋好似就係喺一個灰色地帶入面行動，夠明顯令你知道有事發生，但又未必明顯到可以即刻定性成攻擊。夠接近令軍方緊張，但又未必接近到可以簡單一句打低佢。佢哋唔需要神秘到反物理，佢哋只需要普通到夠難處理。好多時，當呢件 UAP 事件最後被講成可能只係無人機，大家會鬆一口氣，哦，原來唔係外星人，咁冇事啦。但Langley呢單事反而提醒我哋一個更唔舒服嘅可能。如果真係外星人，起碼故事好清楚，有更高文明嚟過，人類追唔到、解釋唔到，甚至反應唔到，大家都可以理解。呢個嘅量就係，如果佢哋係平價量產，可以改裝、可以遙控、可以群體出現、可以快速消失嘅人類機器呢？咁問題就唔再係宇宙點解咁大，問題變成點解我哋自己最敏感嘅天空原來有咁多空隙？一架無人機可以係幾百蚊嘅玩具，可以係幾千蚊嘅商業設備，可以係軍用偵察工具，可以係一個人喺遠處操控，可以係預先設定好路線，可以係測試，可以係惡作劇，可以係情報收集，亦可以係一種你永遠唔方便公開確認來源嘅灰色行動。無人機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唔一定要好先進，佢只需要卡喺你制度最慢、法律最模糊、技術最尷尬嘅位置。技術盲點，我哋平時想像防空系統，好容易諗到好宏大嘅畫面，雷達、戰機、導彈、指揮中心。墳墓上面一個紅點出現，系統即刻鎖定，然後一切按程序處理。但現代安全系統最擅長處理嘅，往往係傳統威嚇：大型飛機、高速導彈、清楚嘅雷達目標。無人機唔同，佢可以細、可以低、可以慢、可以分散、可以成群出現、可以同腳踏、民用設備、地面雜訊、普通航空活動混埋一齊。你可以有世界上最貴嘅戰機，但面對幾架便宜無人機，真正問題未必係打唔打得贏，真正問題可能係你點樣確認佢，點樣分類佢，點樣追蹤佢，點樣知道佢係邊個放。
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有時一個幾十億嘅系統會被一件便宜好多嘅工具拖入近界，唔係因為便宜工具更強，而係因為佢唔按你原本設計嘅規則出牌。譬如個盲點係法律盲點，好多人聽到呢單事，第一反應一定係點解唔直接打低佢？但現實唔係電影，喺戰場上你見到敵方無人機處理方式可以好直接。但 Langley 呢類情況係喺美國本土，附近可能有民居，可能有民航，可能有公共安全風險。若失彈打，傳係飛去邊？你用電子干擾會唔會影響附近其他系統嚟追蹤信號？權限屬於邊個？軍方可以做幾多 ？FAA 可以做幾多 ？FBI 可以做幾多？地方警察可以做幾多？如果背後係外國，公開講會唔會升級？如果背後只係普通人，過度反應會唔會變成另一場醜聞？自車能力都等係成個好官僚，但好多時真正令系統停頓嘅唔係完全冇能力，而係能力、權限、責任、風險全部糾纏埋一齊，所以你見到嘅結果就變成有嘢飛緊，大家都知道，但每一步都要問我可唔可以做，做咗之後邊個負責？第三個盲點係制度盲點。現代安全系統唔係一個人坐喺房入面執一個掣，佢係一大堆部門、一大堆流程、一大堆規矩、一大堆不能公開講嘅資訊組成。空軍可能睇到一部分，雷達可能有一部分資料，地方可能有人報警，聯邦部門開始介入，情報單位可能有另一部分判斷。每個人都摸住一小塊拼圖，但冇人可以即刻攤開全圖。所以普通人聽到嘅官方語氣，好多時就會係一種最令人不安嘅語氣。有事發生，但未有完整答案，未見明顯敵意，但仍然調查，唔係否認，但亦唔係解釋，佢係一種寬空。而寬空正正係神秘故事最容易生長嘅地方。第四個盲點係心理盲點。我哋其實好依賴一個信念，重要系統一定知道自己做緊乜。政府知道，軍方知道，科學家知道，雷達知道，只係有時唔講。但你有冇諗過，最可怕嘅可能唔係佢哋知道但唔講，而係佢哋可能都需要時間先知道。呢個念頭比陰謀論更加令人唔舒服。陰謀論至少俾你一個有控制者嘅世界，有人喺幕後安排，有人知道答案，有人掌握全局。但如果答案係系統本身都未必即刻知道，咁恐懼就冇咗對象，冇一個大反派，冇一個秘密房間，只剩低一個現代社會最不願意承認嘅現實。我哋嘅世界太複雜。今年呢度一定要講清楚，我唔係話 Langley 呢批無人機已經證明係敵國，我亦唔係話佢哋係外星人，更加唔係話美軍完全冇能力。公開資料可以支持嘅講法其實比較保守，有不明無人機活動被報導。事件持續多晚，官方確認過相關活動，公開層面上來源同目的冇俾出一個令人完全安心嘅清楚答案。但正正係呢個保守版本已經夠可怕，因為最恐怖嘅故事未必需要一艘飛碟，有時只需要一批無人機，一批你知道佢喺度，但唔知邊個派；一批你可以望住佢飛，但未必可以即刻阻止；一批佢未攻擊你，但已經成功令你暴露自己嘅反應方式。如果你係一個對手，你甚至未必需要偷到任何機密，你只需要令對方展示佢點發現你，佢幾耐先反應，邊個部門先出聲，佢會唔會派飛機，佢會唔會干擾，佢有咩法律限制，佢會唔會選擇沉默，呢啲全部都可以係情報。所以無人機最可怕嘅地方，未必係佢帶住炸彈，而係佢可以逼一個系統喺自己頭頂表演一次。真係得先失固態而免改翻咗好多。30日個非常有，因為今日係軍事基地，聽落好遠，但明日可以係機場，可以係發電廠，可以係港口，可以係數據中心，可以係大型演唱會，可以係學校，可以係你住嘅城市上空。現代社會好多地方都係靠一個假設運作，重要空間係可以被管制嘅，重要基建係可以被保護嘅，天空係有人睇住嘅。但無人機時代最麻煩嘅就係佢將天空變返成一個人人都可以短暫進入嘅地方。以前能夠進入天空嘅
多數係國家、航空公司、軍隊。而家一個背囊、一塊電池、一個控制器，就可以令一個普通人或者一個小組將一個不明物體放上去。呢個轉變其實好大，佢令天空民主化，但亦令天空危險化。所以我覺得 Lonely 呢件事唔應該只被當成一單無人機新聞，佢更加似一個預告。未來我哋會越來越多見到呢種故事，有嘢出現，好多人見到，官方承認，但答案唔完整，唔係因為佢一定超自然，而係因為現代世界太複雜，複雜到一件普通機器，只要放喺對嘅位置、對嘅時間、對嘅制度縫隙入面，就可以變成未解之求。以前最令人安心嘅一句話係唔係外星人，但呢單事最怪嘅地方就係，當你真係將外星人拎走，剩低嘅問題可能更加接近我哋自己，因為天空未必需要有飛碟先可以證明人類控制得冇想像中咁多。如果你想同我一齊繼續拆呢類未解之鬧，記得訂閱，因為有時最值得怕嘅唔係天外有咩，而係我哋以為自己已經睇實嘅地方，原來一直有空隙。